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哇，今日节目当中吼，要同大家来分享当优秀的剧团哦。还记得前一部嘅也童话季，其实夏威夷有线的几廿集当优秀的环境剧同大家见面，唔单唱有啲啊罗浮书院啊，韩国新中南浦啊，韩国有啲新竹一片。当多数他全部就有表现呀，环境剧来同大家见面。今日节目当中，要来同大家来小结。虽然童话季已经过题，唔过记得啲剧场地度还有新的演出咯。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节目地度有请到的来宾，先来分享自然而然剧团的团长，分享周雅泉，分享雅泉。大家好，我是。自然而然剧团信俊英雅泉，大家好。好，分享到后上嘅雅泉咯，接下来就来隆重小结一下，佢係外國人伊咧當獎嘅外國人，佢係自然而然的總監，分享卡霞老師，分享。大家好，我是卡霞，我是从波兰来的，我是自然而然剧团的导演。哇，分享兩位哦，歡迎兩位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唔過吼，就像一開始剛剛同大家講誒，雅泉你是新竹人，你是新竹人，然後卡霞老師是波蘭人，對，新竹台灣的新竹以及波蘭，你們怎麼會認識？你哋有冇會熟悉呢？一開始認識是因為我去波蘭當交換學生，然後我們兩個就是在那個選在波蘭這個地方當交換學生，還蠻特別的。你當初是學什麼東西？我一開始是學劇場設計，然後我們的學校就是在歐洲跟美國還有澳洲可以選擇，但是波蘭是唯一一個在歐洲的學校，所以我太想去歐洲就選了波蘭。這樣，那時候就去歐洲選了波蘭這個國家，然後就去波蘭的華夏藝術學院交換。那個時候就是因為剛好在學校裡面有遇到其他有學中文的同學，他們就是邀請我去他們家的 party， 然後就遇到了卡霞，結果就發現這個人竟然會講中文。哇！對，我那個時候已經開始學中文一點點。對。台灣的文化有興趣，所以為什麼當初卡霞老師在波蘭會想要認識中文，想要認識台灣呢？好長的故事。我那一天我覺得我已經去過台灣一次，所以我回來以後，我的感覺我好想念台灣，我一定要回來，我一定要學習中文多一點。對。然後第二次我認識他，對。後來就是很剛好就這樣子認識。但是我沒有計劃，我沒有計劃一起工作，還是一起我來台灣以後，我才一次碰到他，然後那個工作的關係也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就自然而然成立了自然而然的劇團。我們沒有打算這個，真的假的？所以吃演語言要在劇團，用不會就按你自然而然的呈現，自然而然的出現。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其實在華沙就只是當朋友，比方說我也學劇場，然後他在波蘭是女演員，我們就會一起去看戲，然後偶爾約出來吃飯跟聊天。但那時候完全沒想過說有一天他會來到台灣，對，所以。那時候他只是就是來台灣放暑假，因為歐洲的演員就是暑假的時候他們劇院會關閉，他就會有大概2-3個月的假期，所以他就完全只是來台灣度假，結果度着就好像越來越喜歡台灣了。對，而且我們發現我們的想法有點像，我們覺得劇團的東西最重要，有點像。Yeah, we think things are important things. We look in a similar direction. 我們的那個對於戲劇的理念比較相似，所以那個時候好像就先是他決定要來到台灣，然後因為他來了台灣以後，就希望可以用戲劇這個專業繼續去從事相關的工作，但他一開始不在台北，所以他就是來
比方说从audition 开始啊，慢慢的想要继续以演员身份开始。对，所以像以一个外国人来到台湾，要来从事相关的这样子的演出，会很困难吗？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 challenge，因为我波兰的生活、欧洲的生活很固定的 ，very fixed，very happy，很开心，就是已经快10年了。我在我的生活，我想要改变，我想要 challenge my life，而且我来台湾以后，我觉得台湾好漂亮，好多。我觉得我真想要试试看环境。不说卡霞老师，佢係一個較好挑戰的年紀，喜歡新的想法，冇喜歡笨蛋非常平穩的生活，他喜歡有新的挑戰。嗰時候佢到台灣留下來，就用他組成的自然而然這個劇團。那自然而然這個劇團怎麼又會叫自然而然？它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是先。团名是从英文來的，是卡霞先想了一个英文名字，本来英文的名字对，叫做 Theater Naturally Connected，TNC，就是剧场跟自然是互相自然的连接在一起。那他先想了中文英文以后，我就在想说，糟糕了，中文要叫什么？好难哦，很难。对，他们我们就想尽办法找到一个中文名字，然后好像有一天就突然。这个剧名团名就出来了，就是我们在搜寻各式各样的可以符合这个英文名字的方式，然后自然而然这个名字就自然而然的走出来。所以我先找到Theater Naturally Connected， 然后我跟你们做功课，找到中文的发音。对，所以最后自然而然剧团就出来，所以成立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我们是2014年10月，所以今年要迈入第4歲了。对，要迈入4歲。嗰時候前一步誒，以前也就做嘅表現，做嘅戲劇，大概也有哪幾種嘅種類，同大家講一下。我們大致上會有的，其實之前2個作品都是做波蘭的劇本，所以其實都是卡霞，因為它是有文化的接近性，他就是找了他們，比方說他有一個很有名的劇作家朋友的一個得獎的劇本，我們是拿它來做創團做，然後還有一個波蘭的非常經典的，大概是100年之前的完成的作品，然後變成了我們去年的作品。那今年開始我們有一點點轉型，就是做了跟親子還有偶戲有關的，因為就想要做跟聲音有關的東西。呀，感覺起來係完全冇可能嘅2件事情，因為剛剛有說一個是很經典的這個在波蘭的戲劇，但是一個突然間轉換成聲音呢是小朋友的這樣子的兒童劇。我們的目標是，我們做喜劇，準備喜劇，大人跟小朋友跟高中的，大家都可以看，大家都覺得很有趣喲。So our story is telling on like 3 different levels, and a very basic level, advanced and adult。所以有一開始有懂初階的，然後接下來會再稍微往深一點點，不年紀他太跟你做的了解，很夠有很卡誠意，最後還更深入到最裡面，讓大家可以很理解，就是發自內心的想法。Everybody can enjoy it, from small to adults. Yeah, this is my hope and our adult to do 2 projects this year and next year for adults and kids together。最主要是希望說，就是因為前面2個劇本可能比較是給成人看，但現在開始想要做的事情是台音、聲音全部都走在看誒，可以懂，然後每一個人都會從這個演出裡面得到不一樣的回饋的演出，所以它其實雖然是標榜是親子都可以看，但是我們希望是大人看到也會有收穫的演出。古時候係唔講太年細子都當分享，大家落去看咯，韓國演出戲劇嘅名嘅咩讀貼片咯，我都基本嘅去看乜嘅怪東西好冇啊？它叫做什麼怪東西？古時候要擺什麼怪東西？深海唐貢它是一種默劇的演出，大部分原本在環境劇的時候，它是屬於默劇的演出，對不對？對。那你們會擔心，譬如講啲父愛啊，用默劇的方式來演出，小朋友會知道他們怎麼都不講話？他們會有這種感覺嗎？一開始設定完全不講話，就是希望說，可能讓他可以是跨文化的，所以不管是用什麼語言的觀眾，他們其實都可以透過這個演出去得到回饋。但我們開始加一點點語言進去，
之后，就发现其实好像语言的隔阂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所以在我们在讲台词的时候，不管是像什么怪东西里面，因为童话季的关系，我们加入了客家话，或者是一开始可能设定开始加一点点关于国语的版本，就发现其实这个语言其实它承载的东西都跟故事有关，所以反而觉得小朋友们应该不会担心我们怎么不讲话，或者是怎么突然讲话了这样。因为对其他人来讲，其他人就係都幾片。用书戏卡，自己投入到戏剧里面了，自己成为一个非常称职的观众，对不对？韩公啊，韩公什么怪东西，乜该怪东西，其他的有去过动刀素材来做反景劇嘅演出，也拜愛啲啊演藝廳底度來做韓卡無腔嘅演出咯。先休息一下，下一段陣來，再過來講其他嘅故事哦。大家要陣到復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吼，我同大家來紹介本單係童話之戶外嘅環境劇嘅演出，也係我辦到室內底度來做正經嘅劇場底度嘅演出咯。很多什麼怪東西？故說7月1號，聽聽阿群妹看下一看什麼怪東西哦，看下一看乜嘅怪東西。唔過咁樣想來問一下，先前係到戶外嘅演出，按用環境劇就係同腦部嘅環境來做嘅下，我真係請亞全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頭擺而家到啲腦部來演出嘅情形，大概係點樣嘅？我們現在在新竹演過2個場次不一樣的空間，一個是在關西的羅屋書院，它是一個3合院的100年老屋。對。那另外一個劇場空間，另外一個演出空間是在南埔社區，是在北埔的一個南昌宮前面的廣場，所以他們2個空間長得其實很不一樣啊。一個是3合院，所以是 ㄇ 字形的老式建築，另外一個就是完全是很生活、很庶民的空間，然後連接着山林去。對，那這2個空間其實很不一樣，因為長相不一樣的關係，所以我們的表演的演員動線也會長得不一樣。比如講出亞很看到嘅相片，對，照片在那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應該是第一羅屋書院底度羅屋書院裡面的演出。然後現在這個是南昌宮的演出。哦，這個是南昌宮，因為南昌宮的那個廟比較，它的廟宇的空間跟門面是非常不一樣的，還有另外一種古意。但是因為在南昌宮的表演的話，我們的表演區就從一個 ㄇ 字形變成了單面式舞台，然後會穿越觀眾，然後在結尾的時候，最後衝進自然裡面。所以因為不同的表演空間，所以我們做了在表演跟動線上面的調整。對，而且其實像在羅屋書院底部呀，我有看到人家有像有骨下來跟在地的，不管是它的建築，還是說只是植物而已，其實好像都是有一些互動的，對不對？對，因為我們的角色裡面，馬該怪東西裡面的怪東西，它就是我們在講那個關於山林這個代表，所以其實，在山林這個代表的角色裡面，它其實是會跟自然環境非常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像在羅屋書院，它有盆栽，但是像在南昌宮，它就是直接是樹跟山，所以他們來自的地方會是不太一樣的。哇，故說為環境調就係愛因為無區用嘅環境來做無區用嘅調整嘛。故說要不然又變到室內哦，我們從戶外變到室內，在一個完整的 theater、完整的劇場裡面來做演出。故說按呢，感覺上要跟自然連結，會不會很難啊？不會。If I can speak English, this is the biggest fun for us because the story is set on many levels, and like when we move to the different space, the different things from the story is going to be emphasized. Okay, I see. So, 你剛剛說這樣子，所以聽起來是有2個不同的表演的地方，對不對？對。所以從第一個表演場地跳到第2個表演場地的時候，所以就會有一個轉換的感覺，是這個意思嗎？那個故事會there's some different because the story has a layers, this story, and the different layer inside will 出來了, because when I work with my actors, I work with them to build the character. Every person has a character which is very complicated. So later,
然后我可以放他们在所有的地方，他们很快就使用的，可以表现出来。Yes, it's very easy for them to adopt to different places because they really know what 里面是什么。所以我想爱上天使给条前那观众朋友可能很多问号，然后有一点听不懂。那详细我们还是请雅泉跟大家再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剧团叫自然而然，然后我们其实很希望我们的演出都是可以因地制宜的，会跟环境产生非常密切的关系，不管是在剧场空间、非剧场空间。那我们今天这个作品把它从户外，比方说我们吸纳了罗屋书院的建筑物，或是南昌宫的建筑物，然后今天转到了剧场空间。那我们在7月1号演出的空间是新竹县的实验剧场。那实验剧场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会有一个2楼的建筑物。那我们就会觉得那个表演应该要是跟那个剧场空间有互动，所以是我们第一次把整个舞台空间从平面拉到有一个高低落差。那这是剧场版本里面非常大的调整。那也因为剧场版的观众动线的关系，所以我们会从我们先卖个关子好了，但是我们的演员在结尾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长得不太一样。所以故事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那个空间里面有什么，那我们的表演还有我们的演员的表现，就会因为那个空间，所以做了很大的调整。哇，古总也吃了也是一个东想演的素材哦，有可能前一部的伫罗屋书院看过了，有可能因伫这个南昌宫没看过的，不过下摆你去到新竹文化区的实验剧场看到的，又是哪一种无腔用的用的，对不对？韩国谈讲因为下摆的主题啊，是一个爱上动到台湾人就会说有一系列讲讲，这个主题叫做蒙西娜，叫做蒙神哎，为什么？其实我听说卡霞老师你非常喜欢这样子的议题，不过对台湾人来讲，非常可怕 ，so scary。No, it's not. You know, it's very important to ground your story in some true myth because the Moshina is some kind of pra story. It's a pra story. It means that it's grounded in a people's real fears and angers, which is very pra, originally according to our human nature. So I was looking for some 故事 and 我找到蒙西娜最。所以你觉得这个蒙西娜很迷人的地方，是因为它就是人的故事，在地的故事。Yes, it's very connected to people's subconscious, subconscious. 潜意识。潜意识。So our Moshina, it's 不一定是she's very mysterious and it's connected to people's subconscious, our fear, our angers, and how we deal with our subconscious fears and angers. 因为讲呀，蒙神的呀的东西，嘿，人的头纱是人的投射，其实它就是我们自己而已，它并不是这么可怕的东西，对不对？对，所以 it's like facing your own fears and angers. So it's like how to deal with Moshina in yourself, something like that.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我们的演出大部分都是在谈关于人性，不管是前面的作品或是在蒙西娜这个作品里面，其实都在讲说关于人这件事情是什么。那刚好因为蒙西娜是一个到现在我们都还可以在新闻上面看到的一些，好像还是在生活当中的天养啊、天师啊，对，所以名录文中啊，对，都有。所以就是大家听到都还是会有很多的害怕。那这个害怕对我们来讲才是有趣的事，是我们如何把这个害怕转换成在舞台上面的元素，还有观众在面对这个害怕，比方说我们听到这个东西觉得很恐怖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恐怖当中好像也是在反映我们自己最害怕跟恐惧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反而是透过比方说我们蒙西娜这个角色，去看到原来自己真正的恐惧是什么。所以它有点像是镜子，或是像依晴讲的那个是投射。对，是去甲投射嘅感觉吼。不过吼，讲嘅按道还是想来请雅泉同大家来分享一下，算了什么怪东西，嘛该怪东西，主要嘅内容，主要嘅剧情，系嘛该同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主要是在讲说有一对关系很好的
伴侣，他们可能是亲子，也可能是情人，也可能是朋友，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完整的文明社会跟现代社会，对，安全网里面。但其中有一个角色 ，day and night, routine life， 他们在一个很完整的生活里面，然后在这个生活里面，日复一日的，好像看似完美的关系里面，其实在白天看起来很完美，但夜里面就有一个角色，他其实会隐隐约约觉得有一个来自山林或是内心的呼唤，但是他不太敢去打破他在日间生活里面的那一种完整性。那我们就在讲说，关于我们人对于自然的渴望，或是人对自己的渴望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回应它，这是最主要说的故事。对，所以这个故事可以讲我们那个，如果你有害怕，这不是不好的。这个this fear can give you courage to challenge you. You just embrace this fear and move forward. 一步小一步。Because people think that fear is bad. It's not actually this way. 故作上会鼓励大家吼，假使讲本定样嘅事情，唔好去讲佢吼，我去面对佢，我去拥抱它。我们要去拥抱我们的害怕，拥抱我们的畏惧。接下来你就会有勇气，你就会有勇气去面对接下来嘅挑战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好同大家來分享自然語言劇台，佢哋愛帶來哇室內嘅演出，然後環境劇帶到室內來做演出咯。揾到乜嘅怪東西？什麼怪東西？剛才有講到好呀，乜嘅怪東西？佢嘅大概嘅劇情嘅內容，唔單止按嚟，其實佢係同客家有關係呢哦。故所上我來請問一下雅泉，要把什麼怪東西同客家嘅元素大概有哪得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马改怪东西里面有就是放了我们的客家菜肴在台词里面，哇！因为我们就是大量的，因为我们在台词里面想要讲跟食物有关系的事情，那其中有一个角色就是非常钻研某一道菜肴，对，所以我们在剧情里面就是会放台词讨论客家菜，比方说客家的板人或者是哈嘎小潮玉买东西在里面，所以就是有一个角色会非常的钻研，就是比方说客家小炒一定要用硬的鱿鱼，不能用软的鱿鱼，对，或者是板人一定要用茼蒿，不能用白菜，就是他会，对，就会有非常精密的讨论。因为我们在排练场的时候，其实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2位是闽南的演员，所以我们其实，在排练的时候，就是常常会讨论说客家菜为什么要长成这样。另外2个演员就觉得为什么板人一定要是加茼蒿，不能加别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在戏里面会大量讨论的东西。除了这个以外，在表现上面还有其他有唱歌，有唱客家歌吗？我们的角色有一个是来自于山林的，表示是马嘎拐东西的某形象的代表。那它其实会有一个放进客家山歌元素的一首吟唱在里头，它有点像是我们这出戏的类似主题曲，是放进去里面，但它不会是直接把客家歌唱出来，它会有一种哼唱，然后可以听得出来那是客家山歌的元素。古时候当神气候，你看雅泉按后上映，有冇想到讲像爱老雅客家嘅元素，变到人嘅环境剧，变到人嘅舞台剧地度？其实一开始是想说，我们想要做一出带着跑的戏，是个可以到处去巡演的小小的制作。对，那对我来讲，就是因为我是客家人嘛，我其实很想要回家乡演出。但因为像是我阿公阿婆或者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其实看戏的经验比较少一点。那就对我来讲说，如果有一些，因为我妈妈非常喜欢看客家戏，但我又觉得好像寡戏那种台戏，对，她喜欢唱寡戏，然后也喜欢。冲散狗，所以就想说，那如果放一些他熟悉的东西进去，也许对于不管是像爸爸妈妈那种比较少看戏的朋友，或者是乡亲，其实应该会有更接近的文化接近性。对，所以就想要说，如果可以做一出戏，可以回家乡演出，这件事情还蛮好的。对啊。嗰個漢白有幾飛，有想到講愛留幾隻劇團帶在去行動嗎？有希望2020年那个自然而然剧团可以回到新竹去，所以卡小老师要一起去新竹喽。OK， 他可以。
那可以。可以。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凯霞老师在台湾待了多久了哦，8年了，8年了，快8年了。所以为什么你会想要留在台湾？台湾哪里吸引到你？我觉得这好棒的。我以前住在我是欧洲人，但是我来台湾以后，我发现住在一个岛，哇，好特别的感觉，比较轻松，这里有水的，我超喜欢海边。对，而且真的台湾的生活很方便，很好吃的生活，懂东西，天气很好，我超喜欢热的天气。你们台湾人很客气，很热情，所以很美丽的，每一天过得很美丽，很开心的，所以很方便。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很开心听到你这样子讲，很努力，而且他很怕冷。他是欧洲人，但是他非常怕冷。我每一年在欧洲觉得这么那么冷，都没有习惯。所以台湾的环境非常的舒适，适合我。欢迎你来台湾，而且还做了一个这么棒的戏剧跟大家来分享。对，there's some philosophy there。我们说客家的食物，因为。It's kind of a metaphor of food, metaphor of food for not only food for thoughts, food for eating. You know, it's a metaphor what we eat, what we read, what we listen to. So all the food we should, what kind of food we are eating. 对我们来讲，为什么会用食物来入戏，就是因为我们觉得食物代表的是文化，所以食物是可以最凸显一个文化的主题。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客家菜会被放进去这里面。非常非常棒的想法，还跟我们From the belly to the 所以不管从嘴啊，还有肚丝啊，还有再个都脑底肚，全部就会滴压出戏里面同大家讲哦。唔但像按呢，其实像雅泉，你吃到的台湾的像新种按用给素菜，你想要来做某用给像是比如说有培植的计划，你觉得你之后会怎么样规划？像是在新竹这个地区的一些戏剧的培植计划呢？2016年开始我参加那个新竹县社造中心的社区营造师的培训，那后来就有去在竹东，就是我的家乡去做故事妈妈的培训。那其实对我来讲，比较像是像我们今年开始会去跟宝山乡、新竹县宝山乡的一些社福机构，像蓝天家园或德兰中心开始做合作，就有点像是想要把戏剧带进社福机构，给孩子们做戏剧教学跟培训。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都像是不管是孩子或者是成人，都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戏剧这个媒介，培养说故事的能力。说自己的故事，然后让戏剧这个东西可以，透过戏剧，每个人都可以认识自己，更认识自己。就像卡霞老师开的课一样，也是，他也在开不一样的表演课，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慢慢的用自己的身体或是自己的语言去说属于自己的故事。那这就是我们希望一点一点的，可以把能量在新竹这个地方慢慢的被培植跟丰厚起来。所以祝福雅泉在2020可以真正转到新竹，转到做懂哦。故事其实从亚拜啊，这个唐贡什么怪东西，它其实只是首部曲而已，它只是第1部。撒哈拉还有第2部，还有之后的规划，我们是不是请雅泉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年7月1号会有的是剧场版的什么怪东西，那8月我们会推出一个已经筹备了3年的演出，叫做《绿森林》。这个东西我们酝酿了很久，它是我们的2部曲，它是在讲关于一群人，对，就是在废弃的垃圾场里面，那曾经是一座森林，但是因为树木都被砍掉了以后，所以他们这一群人就是在垃圾场里面要怎么样去生活。那每个角色都会有不一样的个性跟条件。那这是我们的每个角色是一个故事，对，7个角色，7个故事在里面。然后这个演出其实我们本来是要在2014年的时候做，结果就一延就延到了18年。那这个作品我们也是蓄势待发，而且刚好也是因为这个作品，我们有拿到那个当代客家表演艺
艺术的征件计划，所以它也算是在客委会的扶持底下长出来的一个作品。鼓手亚美 Boy DN 就是汀州路那边的戏剧中心来演出，所以大概会是在几月？8月的11号跟12号。8月11号、12号，相关的执行分享大家 follow 一下自然而然剧团粉丝专业。韩国其实因为爱经营这剧团啊，非常的不简单。唐共后，听说卡霞老师已经把之后要做什么事情都已经想好了。Yes， 对不对 ？We always make plans few years forward。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We not only want to entertain people, of course, you want to make the story to amuse people, but this is only one part. The other part, we want to force people to maybe to provoke them with some questions after the performance. They can have some think about, do I really live deliberately my life? So there is always some, we treat theater very seriously and we want to talk about serious topics there. Of course, make them in a fun way, but also seriously to make people think, are you really choosing? Are you really taking control over your life? Are you so there's always a lot of choices. They can, after the performance, they can, people should really be provoked to clarify to themselves inside. 所以对我们来讲，有点像是就是戏剧，像是向观众提问的一个方式，然后想要刺激观众，对，就是希望观众跟我们被刺激了，对，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我觉得，只有为了去娱乐，不是只有娱乐而已。我们需要被激发，需要挑战。鼓手想我本人挑战一下，除了7月1号做得来看到嘛个怪东西以外，其实3号了后面还有其他的手才会巡演什么怪东西。我们7月会在新竹，然后8月的时候在绿森林演出完的隔周，我们会在剥皮寮历史街区做巡演，然后我们会在宜兰的松原小屋做演出。所以7月、8月、9月都可以看到什么怪东西在台湾的北部各地去巡演。所以欢迎大家可以 follow 我们。相关资讯就从 FB 自然而然就前面的哦。鼓手金木尼，谢谢雅泉，也谢谢卡莎老师，谢谢来到节目当中。安子 C， 安子 C。好，什么两场咩什么各位天使机条线观众朋友，时刻休息一下，看下来运通了。